當初其實唔係我好想成為一個變臉師傅，而係我好細個嘅時候，我好想成為一個演員，因為太細個。而當其時爸爸係覺得你咁細個就已經要受呢啲苦，因為佢咧以前係一個京劇演員嚟嘅，後生嘅時候咧就喺個京劇舞台上面啦，唱做念打啊、翻滾啊、刀槍劍棍啊嗰啲，咁我覺得好型，而佢係覺得好辛苦，佢亦都唔想自己嘅女咧同佢一樣咁辛苦。咁到長大之後，佢再問我：咦，你其實中意啲乜嘢啊？你想做啲乜嘢？咁我就同佢講：我好細個已經想做一個演員，就係嗰陣時開始咧，佢就覺得其實都係時候要將一啲嘢傳授俾個女嘅啦。咁就將我送咗上去上海戲曲學校嗰度學京劇，因為佢京劇出身啊嘛，佢覺得係需要有呢一個嘅舞台嘅基本功先至可以上台嘅。而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，佢見到我嗰個熱誠啦，同埋堅持啦咁。到有一日，佢突然之間話：你去我工作室嗰度啦咁，然後就俾我着一套佢舊嘅服裝啦，跟住一啲舊嘅面譜啦，然後就教我幾個動作。其實喺短短幾個鐘頭入邊，我試完之後，佢就話：你已經識得變臉㗎啦。成個過程係我真係要做變臉啦咩？我真係可以上台，可以覺得係一個注定，亦都可以話係變臉選擇咗我。因為由佢 say no 嘅時候，我已經覺得自己同舞台無緣嘅。去到最後，佢覺得咦可以傳授俾我嘅時候，咁我就好啦。既然變臉揀咗我，既然我學識咗呢一門手藝嘅時候，我就好好努力去做好佢，好似爸爸咁樣嘗試，好似仿效佢咁樣去發揚光大。傳統咧，我爸爸想去四川學嘅時候咧，佢嘅師傅都同佢講咗：我哋傳統咧係傳內唔傳外嘅，因為佢哋想保護翻自己嘅一個表演藝術嘅方式啦。因為你唔知道其他嘅人學識咗之後，佢哋係點樣去利用呢一個嘅機密。咁而家咧打破咗呢一個傳統，去傳授俾你，因為見到你身上面嘅功架咧，即係可以將川劇變臉去更加發揚光大。所以咧係好獨特地咧，我爸爸已經打破咗呢一個嘅傳統，即係佢已經可以傳外人啦。咁喺佢身上面，佢亦都發展得好好嘅時候，佢就嘗試打破第二個傳統，就係傳男不傳女嘅呢個傳統。既然佢嘅師傅都可以咁開放地將傳內唔傳外嘅呢樣嘢打破，其實傳俾個女，如果只需要將啲機關點樣裝身嘅過程吞一吞佢，會唔會有啲嘢係可以女性都勝任到嘅呢？但係我覺得有機會作為一個女性係可以有唔同嘅方向、唔同嘅方法去展現，可以話為變臉帶嚟咗另外一種色彩。我覺得我哋其實無論從事乜嘢嘅行業都好，如果要喺佢嘅行業入邊有一個席位咧，付出當然係要多嘅。作為一個女徒弟嚟講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，因為啲人可能會覺得，咦，你會唔會唔夠男性嘅爆發力啦？會唔會唔夠男性嘅速度啦？因為可能始終男性嗰個天生嘅肌肉會勁啲啊咁樣。咁我哋變臉都好需要速度噶嘛。如果你變得慢嘅話，咪等於唔係變咯，係咪先？咁咪變咗自己係要喺呢一方面要下啲苦功啦。同埋，我覺得女性更加困難嘅就係你仲要兼顧翻你嘅屋企人。可能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，家庭嘅話，你仲要兩邊去平衡，所以女性係更加唔容易咯。有一個比較辛苦啲同埋痛苦啲嘅經歷咧，男變臉師係永遠唔會體會到嘅。有一次我哋翻國內去演出，台面係一個石做嘅環境啦，咁然後有啲石級咁樣。咁當日咧係因為有少少毛毛雨，而我哋嘅鞋咧嗰個底咧係即係唔係我哋平時波鞋嗰種嘅，係比較跣啲嘅。當我哋有一個係表演嘅期間，我喺落樓梯嘅時候就因為跣啦，咁樣就成個坐咗落去，咁就一路蹬咗幾級樓梯，去到蹬到落地下先至停止咁樣。咁我再爬翻起身啦，繼續去表演啦。當其時個尾龍骨係非常之痛嘅，但係即係啲人話：你要唔要俾啲雲南白藥你去捽下藥酒啦？要唔要去照下 X 光啊？去睇去醫治啦咁樣。咁當其時我全部都拒絕咗，因為我個肚入邊係有咗小朋友啦。呢一胎係個幾月嘅時候發生嘅，咁所以我就唔可以做任何嘅嘢。咁亦都好彩，最後個尾龍骨冇事，即係康復。咁而小朋友都好健康成長咯。對於我嚟講，可能我性格都比較
強少少啦，或者係唔認輸啦。所以如果你越係有嗰種懷疑我嘅眼光呢，我就要再係做得好俾你睇。咁所以你話女性會唔會係好輸蝕嘅，或者會唔會好困難嘅，會唔會好多嘢衝破呢？其實我諗衝破嘅係別人嘅眼光啦，咁同埋自己嘅技術你要做得到位，繼續堅持行落去咯。因為如果你一旦選擇咗放棄，你呢一時間係好似放低咗，但係你嘅失敗係永遠陪伴住你。相反，如果你選擇去堅持嘅話，你嘅路係永遠可以好順咁樣行落去。所以失敗係一時，堅持係永遠。如果有女性朋友們想為自己嘅未來去行出一步嘅時候，作為一個女變臉師呢，我覺得你真係唔好驚，因為你驚嘅時候你就唔夠膽行，你唔行出去，你永遠唔知道自己嘅能力有幾強，你可以改變到啲乜嘢。當然女性有好多嘢要平衡嘅，好多嘢要兼顧嘅，但係喺平衡同兼顧入邊要抽少少時間係 for 自己去規劃一下。如果我今日做一小步，其實10日後我已經去做咗大步。唔需要恐懼面對改變咯。